根据高雄部铁道局表示，台南铁路电化整体进度已经超过72%，其中配合工程需要，预计12月15开完路桥就将封片拆除，工期大约3个月。明年北门路段就将恢复平面通行，嘛将是电化一个初步成果。首先，第一个部分的话是会影响到那个铁轨通行的一个部分的话，它会在桥面中间先做一个拆除。那因为就是说，因为台南市比较特别的部分的话，因为施工过程中铁路还在运行，所以说它只能透过夜间的一个部分去进行施作。所以桥梁端先拆除之后，接下来会进行北门端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拆除。那北门端拆除之后的话，它会把北门路恢复，让车辆来做一个道路的一个通行。那接下来会是做开源路侧的那一端的一个工程的一个部分。那完工之后的话，地方的一个进出也没有问题哈。那在这个施工过程中的部分的话，民众需要改道从前锋路或者是小东地下道来做一个道路的一个通行。那沿路的部分的话，都会有一些指引的一个标志，也会有义调人员来协助做一个指挥。另外，大约1974年兴建的东门路桥已经陪伴台南人将近半世纪，嘛是大家生活记忆。不过，地下机车道12月27嘛要封片拆除，成为新车站的范围，正式宣告今日历史。那这边的话会先中断8个月。那8个月的部分的话，汽车跟机车都无法行进东门路桥。那8个月之后的话，那个东门路桥的话，它会恢复通行。那路桥上的部分的话，汽车跟机车都可以行驶，但是就是说原本的一个桥梁下方的一个机车的一个引道的部分的话，因为铁道施工，所以会用永久做一个封闭哦。那未来这个车辆的部分的话，完工之后，在东门路桥都是可以引进东门路桥的一个上方来做一个通行。高雄局表示，台南铁路地化工程兴建，陆续路桥拆除，一定会造成大家交通无方便，嘛希望市民体谅。政府一定会规划好替代道路等配套，将交通的冲击降到上低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